好，今日跟住咧就係金獎咯。好，最受歡迎男歌手金獎 Jackson Wang。Jackson Wang 休息咗1年，正式強勢回歸，仲開始咗佢第2個嘅世界個人巡迴演唱啦，亦都期待住快啲翻嚟香港，再同各位嘅樂迷見面啦！唔該晒 Moon Tam， 我哋揭曉嘅，請你休息一陣啦。唔該晒 ，Thank you， 唔該晒。嗱，最後咧，我哋揭曉一個壓軸大獎，就係至尊金曲啦。Alex，我知道咧，至尊金曲獎咧就係由最受歡迎嘅10大國際金曲，咁啊最多票數嘅一首咧，去到當選嘅。嚟到重要時刻，有請處理電台總監陳曦先生嚟到台上，為我哋揭曉邊一首成為至尊金曲，有請。唔該晒陳曦先生。至尊金曲主唱係黃嘉怡 Jackson Wang Super Go Sound High the Low。再次恭喜 Jackson Wang 啊！首先呢已經係奪得咗今年度嘅至尊金曲啦，另外亦都有最受歡迎10大國際金曲同埋最受歡迎男歌手嘅金獎啊！Jackson Wang 咧，其實好多謝咧我哋香港樂迷咧一路嘅支持咧，而佢都有啲好感激嘅説話，想同大家講一講嘅。我哋即刻睇睇啊 ！Jackson Wang，How are you？ Congratulations！ 因為我哋啱啱舉辦完嘅 Popo International Popo 咧，你係攞3個獎，包括有咧最受歡迎男歌手 Top Male Singer， 我人生第一次攞啊！係啊，男歌手啊嚇。咁另外咧就係有呢一個 Top 10 Gold Song， 你嘅 High the Low 係啦。咁啊10首歌當中咧，你係其中嘅一首啦。而10首歌啊個票數最高嘅咧，就會攞埋呢一個至尊金曲 Super Gold Song， 就係咧咁多嘅歌當中咧最多樂迷投票嘅。感謝。係啊，咪要多謝你嗰啲 Jackie 啊，你嗰啲 fans 啊，啲朋友啊，係啊。Hello。感謝我人生第一次 solo 攞啲咁啊，真係獎項 platinum 咁樣 diamond 咁樣 ，thank you， 真係感謝，同埋感謝你啦，係啊，感謝你啦，感謝聽我嘅觀眾啊 community 啊所有嘢感謝，同埋希望我可以2026年多啲翻嚟之後多啲做 program 啊，多啲出歌啊，多啲表演咯，係感謝大家呢個機會 ，thank you。係啊，要做演唱會啊，要做 performance。係啊，係咪啊？我哋一定要係彈第一行啊。係啊，唔係第二行。係啊，咁上台添啊，上埋台啊，係啊。有冇啲朋友你要多謝啊？喺呢一個即係 High the Low 或者你嘅 album 嘅背後咧，幫過你嘅朋友？感謝我嘅聽眾，最感謝觀眾，你嘅歌迷，其他還好，因為最緊要係你哋聽，你哋中意，你哋共鳴，同埋你哋揾到自己快樂嘅標準。係啊，揾到一啲共鳴嘅位喺你嘅歌當中，同埋最緊要你要開心啊！係啊，好開心啊！已經，我哋好 worry 㗎。係啊，即係 Congratulations Jackson Wang。Thank you。再一次恭喜咧，就係 Jackson Wang 黃嘉怡啊，恭喜晒咧，就係得到呢一個 Super Gold Song，亦都即係請陳曦先生咧，就係